最好嘅生涯規劃就係讓孩子有選擇嘅勇氣同埋創造嘅底氣。喺生涯規劃嘅過程，我哋要做好多唔同嘅選擇嘅，好似係揀科啦、揀職業啦，都需要去面對好多唔確定嘅嘢，同埋需要付出嘅代價。生涯規劃更加唔能夠等機會啊，而係要透過積極嘅行動去令到機會出現。例如學新嘢、儲 portfolio、發展人脈網絡，就可以累積資源，變得更加自信。想仔女勇敢追夢，積極咁去規劃自己嘅幸福，父母就要協助仔女去鞏固3條嘅支柱，提升自尊感、激發創造力、培養選擇力。呢個頻道係分享有關個人成長、情緒管理、親密關係等等嘅話題。如果你想安排輔導約見，歡迎你寫個電郵俾我。提升自尊感可以啟動成功循環，激發創造力。等我哋唔會用一個受害者嘅心態嚟面對困難同埋挑戰。培養選擇力可以提升自我掌控感，減少無力感。孩子就會多啲去探索新嘢，勇敢去做自己擅長又中意嘅嘢，創造屬於自己嘅幸福人生。做好生涯規劃。低自尊感會啟動失敗循環，孩子會預期低成績，跟住就會有高焦慮，結果減少努力，增加失敗經驗。高自尊感啟動成功循環，孩子預期成績會高，焦慮感就會低，結果就會更加努力，增加成功經驗。咁點樣提升自尊感呢？如果父母俾仔女嘅評語或者係回應都係比較負面嘅，仔女就會認為自己唔夠好咯。又或者仔女覺得自己一路俾人忽略，感受唔到家庭嘅溫暖。又或者父母成日都將仔女同其他人比較，而且認為自己嘅仔女唔及其他人啊，仔女就會懷疑自己嘅價值，自尊感就會低咯。要提高仔女嘅自尊感呢，就要多啲去留意仔女嘅日常生活啦。具體咁去肯定同埋鼓勵佢哋，一齊食飯嘅時候聽下佢哋嘅分享，但係唔好咁急去回應，接納佢哋嘅情緒，協助佢哋去處理。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，唔需要同其他人比較，只要定一啲指向個人成長嘅小目標，然後就堅持去做。咁點樣去激發創造力呢？首先呢，就要累積創造嘅原料啦。睇書、睇電影、觀察事物，同其他人傾偈，聽多啲講座，將覺得有趣嘅內容，又或者自己諗到嘅問題寫低佢，某一啲主題就可以繼續鑽研落去。跟住就要多啲去練習創作啦，寫下短文、速畫啊，作下短曲，唔需要完美嘅。最後就要安排啲時間，唔需要做啲咩正事，等自己可以放鬆。例如散步啦、放空啦、休息多啲啦、玩下啦、停止用力。想要培養選擇力，就要從小建立做選擇嘅習慣啦。孩子要自己去決定日常嘅事，食飯食乜嘢，玩啲乜嘢，有咩行程，着咩衫，點樣打扮，參加乜嘢嘅興趣班、購物等等。要克服拖延，重要嘅事就要設定限期啦。喺做選擇嘅時候，要諗下自己嘅價值觀、目標、強項有啲咩嘅優先次序。父母最緊要保持健康嘅心理界線。如果係孩子嘅事，就要俾孩子自己去決定。成人千祈唔好幫佢決定啊！父母同埋仔女都要學識放手，唔需要完美㗎。其實每一個決定都係學習。我哋要透過行動去啟動成功循環，提升自尊，而且要用創造力思考，積極咁樣去創造機會。父母喺日常嘅回應當中，接納孩子嘅情緒，具體肯定同埋鼓勵孩子，培養孩子嘅選擇力。無論佢哋點樣去規劃佢哋自己嘅人生，你都可以放心。